謝賢前女友 Coco 爆猛料，謝霆鋒將柏芝瞞咗20年嘅秘密，真相令網民心疼柏芝。一段塵封20年嘅娛樂圈秘聞，因為謝賢前女友 Coco 嘅公開講述，再度引爆全城輿論。謝霆鋒同張柏芝當年突如其來嘅婚姻，長期被外界當成金童玉女嘅愛情範本，點知冇人諗到呢段婚姻嘅起點，原來藏住好多不為人知嘅情緒同抉擇。隨住 Coco 將當年嘅細節逐一披露，謝霆鋒、張柏芝、王菲三人多年嘅感情糾葛被完整串起，大家先至恍然大悟，原來張柏芝喺呢段關係入面，從一開始就承受住好多唔可以講嘅委屈。Coco 同謝賢嘅相識始於2005年，呢段年齡差距好大嘅戀情，喺當年嘅香港娛樂圈真係備受關注。記翻時間，當時嘅謝霆鋒淨係比 Coco 大2歲。同一時期入面，一邊係正值壯年嘅影壇前輩謝賢，一邊係風頭正勁嘅樂壇新星謝霆鋒，父子兩人同年輕女性嘅感情動態，向來都係狗仔同公眾追住嘅焦點。好多人都好好奇，年輕嘅 Coco 點解揀咗同謝賢交往，而非更年輕嘅謝霆鋒？對呢個問題，Coco 好直白咁講出自己嘅審美偏好，佢坦言謝霆鋒並唔係自己欣賞嘅類型。自己更中意身材高大健碩嘅男性，淨係鬆外形條件睇。謝賢嘅狀態更符合佢嘅擇偶標準，亦都係呢段特殊嘅關係，令 Coco 可以近距離接觸謝家嘅生活，成為謝霆鋒同張柏芝婚姻內幕嘅知情者。2005年前後，謝霆鋒嘅感情狀態好波動，同王菲嘅分分手手，一直牽動住娛樂圈嘅視線。Coco 回憶話，喺佢同謝賢確立關係初期，謝霆鋒正同王菲處於舊情復燃嘅階段，兩人往來好頻密。當時謝霆鋒同張柏芝仲未步入婚姻，風緋戀始終係媒體不下嘅焦點話題。不過呢段複合關係並冇維持太耐，雙方最終都係揀咗分手。而喺兩人關係結束冇耐，王菲就喺2005年7月29號正式官宣同李亞鵬結婚。呢個消息唔單止震驚咗整個娛樂圈，亦都對謝霆鋒造成咗好直接嘅情緒衝擊。喺 Coco 嘅講述入面，王菲結婚成為謝霆鋒人生同感情嘅重要轉折點。親眼睇住曾經深愛嘅人步入婚姻殿堂，謝霆鋒陷入咗對愛情嘅失落同灰心，情緒上嘅波動直接影響咗佢嘅人生抉擇。淨係過咗一年，喺2006年9月18號，謝霆鋒毫無預兆咁同張柏芝喺菲律賓秘密登記結婚。呢場婚禮冇親友見證，冇公開預告。全程都係兩人低調完成，登記、婚禮、蜜月統統喺菲律賓境內進行，對外界完全保密。呢場閃婚喺當時引發咗軒然大波，而 Coco 講出嘅核心真相就係，謝霆鋒揀咗同張柏芝結婚，並唔係因為深厚嘅愛情，而係喺王菲嫁人之後受到感情打擊嘅衝動抉擇。呢個內幕曝光之後，徹底顛覆咗外界對風之婚姻嘅原有認知。作為娛樂圈嘅頂流情侶，兩人嘅結合曾經被視為天作之合，點知冇諗到呢段婚姻嘅起點，並唔係雙向奔赴嘅愛情，而係一方情緒失落之下嘅草率選擇。更特殊嘅係，謝霆鋒同張柏芝採用咗先斬後奏嘅方式，完成婚姻登記之後先返香港。兩人並冇第一時間一齊拜見謝家長輩，而係各自返屋企同家人講呢件婚事，全程瞞住所有親友。等到生米煮成熟飯之後，先公開消息。從呢一系列舉動就可以睇出，謝霆鋒對呢段婚姻嘅籌備好倉促，態度亦都遠唔夠鄭重，缺乏對伴侶、對家庭嘅充分溝通同尊重。作為謝賢嘅正牌女友，Coco 喺謝家嘅身份本來就好特殊，而謝霆鋒同張柏芝嘅秘密結婚，令未夠30歲嘅佢陷入咗好尷尬嘅處境。淨係同謝賢交往咗1年。Coco 就鬆女友身份，間接變成咗謝霆鋒嘅準長輩。呢種身份跳轉出乎所有人意料，亦都令佢成為呢段秘密嘅親歷者。當被問到謝霆鋒婚後有冇向佢敬茶、履行長輩禮儀嘅時候，Coco 話並冇相關流程，謝霆鋒淨係用好輕鬆嘅態度一帶而過，並冇給予足夠嘅重視。呢個細節亦都從側面印證咗呢場婚姻嘅倉促同隨意。要完整理解呢段秘密嘅前因後果，一定要梳理好謝霆鋒、王菲、張柏芝三人長達10幾年嘅感情時間線。
三人嘅糾葛始於2000年，謝霆鋒同王菲正式確立戀愛關係。呢段姐弟戀喺當年引發全民熱議，成為娛樂圈嘅標杆戀情。2002年，張柏芝因為拍夫意外受傷，謝霆鋒通宵達旦趕去探視，呢個行為成為風緋戀第一次分手嘅導火線。之後謝霆鋒同張柏芝有過短暫嘅交往，不過呢段關係並冇維持太耐。分手之後，謝霆鋒同王菲再度復合，重新走到一齊。可惜呢段失而復得嘅感情依然好脆弱。復合未夠半年，兩人就喺2003年11月再次宣告分手，徹底結束咗呢段糾纏好多年嘅戀情。之後謝霆鋒嘅感情處於空窗期，直到2005年王菲官宣結婚，先至觸發咗佢同張柏芝嘅閃婚決定。時間線嘅清晰對應，完全印證咗 Coco 嘅爆料內容，亦都令謝霆鋒閃婚嘅動機不再成謎。謝霆鋒同張柏芝嘅婚姻維持咗5年。2011年，兩人正式宣布離婚，結束咗呢段充滿爭議嘅關係。好巧合嘅係，王菲同李亞鵬嘅婚姻亦都喺2013年9月宣告結束。兩段婚姻相繼落幕之後，謝霆鋒同王菲喺2014年被拍到復合，兜兜轉轉好多年，兩人最終返到彼此身邊，而且一直維持住穩定關係，直到而家。睇返整條時間線，三人嘅感情幾乎冇空窗期，糾纏咗10幾年，而張柏芝始終係呢段複雜關係入面最容易被忽略嘅一方。Coco 嘅爆料之所以令公眾心疼張柏芝，核心原因就係真相揭開咗佢喺婚姻入面嘅被動處境。從一開始，佢就唔係謝霆鋒感情上嘅首選，而係對方喺感情失意時嘅替代品。呢場婚姻嘅起點充滿咗倉促同衝動，缺乏穩固嘅愛情基礎。就算後來兩人有咗2個仔，一齊經歷咗好多風風雨雨，都冇辦法彌補最初嘅感情缺陷。張柏芝喺呢段婚姻入面全心投入，承擔起妻子同媽媽嘅責任，點知冇諗到自己用心守護嘅婚姻，鬆根源上就帶住遺憾。作為娛樂圈嘅知名藝人，張柏芝嘅人生同感情始終暴露喺公眾視線之下，佢嘅付出同委屈好少被人真正睇到。當年不顧一切嫁俾謝霆鋒，低調融入謝家，用心湊仔，最終卻冇辦法守住婚姻。而家塵封20年嘅真相被曝光，大家先至明白佢從一開始就喺呢段關係入面承受住好多不為人知嘅委屈。謝賢同 Coco 嘅戀情早就成為過去，兩人好多年前就已經分手，呢段往事亦都慢慢被公眾忘記。誰都冇諗到，分手好多年之後，Coco 會主動披露當年嘅秘密，將謝霆鋒同張柏芝瞞咗20年嘅婚姻真相公之於眾。呢個爆料唔單止重新梳理咗風緋之三人嘅感情糾葛，更令張柏芝嘅處境引發廣泛同情，亦都令公眾對娛樂圈嘅愛情同婚姻有咗更清醒嘅認知。娛樂圈嘅愛情向來真假難辨，睇起身風光嘅戀情同婚姻，背後往往藏住好多不為人知嘅無奈同苦衷。謝霆鋒同張柏芝嘅婚姻，鬆閃婚到離婚，鬆萬人矚目到各走各路，全程都被媒體追住報道。可惜淨係有呢段婚姻嘅真實動機，被瞞咗足足20年。Coco 嘅講述冇添加任何主觀評判，只係還原咗當年嘅時間線同事實，卻足以令外界看清呢段婚姻嘅本質。